世界各地的莲友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要为各位介绍这一章比较简单了，比较简单，很容易学，容易学。但是内容呢，如果你慢慢去深入去了解的话，对你很有帮助，很有帮助。我们来看，用平常心来生活。平常，我们所谓平常心，在还没有发生事情，我们是一个安稳的，是一个心是一个清净的，我们不烦恼，没有任何挂碍，我们觉得很清净、很自在，无忧无虑。我们说这个平常心，平常心，我不气不恼啊。我没有任何的忧虑，哇，这样非常稀松平常，很安定，很清净的这样生活，我们叫平常心。用这个平常心来生活，怎么生活？生活面对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，有好有坏啊，有你喜欢的，有你讨厌的啊，有时候有顺境啊，有时候是逆境的考验啊。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，你要怎么样去面对的这样子诡谲多变的环境？怎么去变？你要用平常心。我平常心就是我不气不恼，我不贪不求啊，我用平常的心。如果我不会很特别的兴奋，我也不会特别的哀伤。面对的任何挑战，我的心保持很冷静。很沉稳，这个叫做平常心。因为你的生活是难以预料的嘛，是捉摸不定的嘛。外面的环境是错综复杂，所以你不可能说完全按照你事情生活的规划，一切都很吉祥，一切都很如意，不可能的。万一如果有高低起伏的时候，有种种困难的挑战的时候，你要用平常心来对待。这样你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，度过这个考验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用惭愧心来反省。什么惭愧心？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了，最清楚自己。说我们呢，比如贪吃贪睡，我们爱讲是非，我们看到别人不顺眼我们心里面心胸窄小。心胸窄小，各位，我们看什么都很容易生气、懊恼、批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知道的。所以，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格来批评别人、批判别人。很多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谁？是自己呀。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为什么是自己？因为脾气很坏嘛，我们的个性很倔强啊，很多好的意见听不进去啊，人家苦口婆心的劝导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么我们最知道自己原来是属于这么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所以我们要用惭愧心随时来反省自己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反省，随时检讨自己，改变自己，要净化自己，所以要来反省，用惭愧心，而不是贡高我慢。哎呀，我了不起，我哪有缺点呢？你不可以这么傲慢的心态，千万不可以有这样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要这样，你日日才会进步。用无助心来修持，无助心，你要修持在人生，你唯独就有修持。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办道，你才能够跳脱这个生死的束缚啊！你要离开了这个六道轮回，你要离开了，不要再受生受死。你怎么样才能达到呢？你唯有只有修持，你好好的用功，身口意，身不要做坏，口不要说坏，想不要想坏，这修持嘛，我们要来修持。那我们用无助心来修持，因为我们偏偏在这么一个复杂环境里面碰到的，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完美，
那么完善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要把这些是非恩怨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不要干扰，不要扰乱你，不要惊动你，你的心要非常清净，要非常光明，就不要把这些是非恩怨、得失、烦恼的这些外在的事项，不要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就无住心，不要放在心里面，这样子来修持你的。这才能跟这个道相应，才能跟道相应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用菩提心来契道啊！菩提心，我们先解释，菩提心一定要是自利又能够利他，自利自己有利益，又能够利益别人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祖师大德这么讲：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们今天要来修持，来好好用功办道，目的是干什么？我成佛啊，我就要求这个佛道啊，希望能够成就道业的圆满。我就是为这个去做什么？原来要倒驾慈航，要度化一切众生，救苦救难，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菩提心就自利又能利他，自己能够真正起到一个最大的受用，也帮别人能够受用，大家都能成就，大家都能够迈向光明。用菩提心来契道，契合这个正道，契合这个佛法的道理，契合这个正道，契合天道，契合这个光明大道。我们一定要，你要用菩提心，有这样子一个用心，你才能够契合。契合就是进入这个道里面，进入这个天道里面，进入这个光明的大道里面。这个是所有天地之间自然的法则。你违背了这个菩提心，你要契道很难，不能相应，你门都进不了，门都进不了。你一定要契道，契合，契就是要进入嘛。进入，你要怎么进入这个道里面？要用菩提心来进入这个道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很重要，要用备救心来念佛。备救心原来我一念佛是佛要救我了。我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虽然我烦恼满腹了，整个被笼罩住，我这么一个苦海的众生，但是佛不嫌弃我，不管出家在家。我是一个有地位的，或是一个很卑微的、很低俗的人，佛永远不分别，永远不分别。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所以我一念佛，有被救的，我有被救的那种观念，被救的观念，我来好好的念佛。我一念佛，佛不嫌弃我，我有希望了，我有条件可以往生。所以念佛就是安心法门，念佛是安心的，完全是仰仗佛的慈悲救度。慈悲的救度，所以一念佛，我们以后一定解脱。所以这个用被救的心来念佛，是100%就安心了，就安心了。我们有佛来救度，佛就像我们慈爱的父亲，就像我们慈爱的母亲。孩子在外面流浪了，你回来，赶快！我已经帮你什么都打点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你回家就安安心心的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回到家，我们的心就不起烦恼了，我们3餐就正常了，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喜乐了。原来我们已经被救了。就佛呢，就像母亲一样，就像父亲一样，随时都在为你设想，怎么来救你呢？简单，你念佛，我就救你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用被救的心来念佛，一切问题生死就解决了。生死就解，以后就不会再堕落了，在6道受苦了就不会了。这个问题能够彻底的斩断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以上这么简单的跟各位大家报告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勉励，一起勉励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吉祥。谢谢阿弥陀佛。